大家好，咱今日就开始即摆台语文课程。即摆要讲的就是声调甲变调的第二部分。首先咱先来复习一下，因为我知影顶摆讲的这声调甲变调，应该讲是台语文的初学者上困难的一部分。讲到声调声调伫台语内底，即摆台语有7个声调，第1调到第8条，毋过第6条是无的，所以咱就甲即个口诀复习一下，就是三地裤胯人会偏直，嘛会使讲西好白鼻高到像落。到底你听到一个字的声调的时阵，你就去想看觅，咱平常时咧读即个字的时阵，甲口诀内底这8个字到底甲叨一个字是相像的，伊应该就是即种声调。毋过第8条伫全台湾无共款的所在有腔口差，较南部像讲直，伊是较悬的声音直，中北部可能是讲直，若是海口腔就是讲直，就是较为低到悬即种声音，所以大家爱去想看觅，你平常时也是你的父母是安怎念的，你厝里安怎念的，即个较准，因为听别人的声音嘛，可能拢甲你本地的腔口有淡薄仔差别。好，过来正常有大家看过，这就是台语拼音随机显示，大家会用家己试看觅，因为咱学过台语的韵母、声母，过来学过声调，所以即马若是咱看到一个字的拼音有声母、韵母、有声调，安尼理论上你就当甲伊读出来。顶摆咱有试过，就是产生一个台语拼音无声调的部分，就是有声母甲韵母，像讲这是宝甲安，就是班。即摆咱就爱看有声调有声调。有声调就是有声母、韵母，嘛有一个声调，看是第几调，这就会写倒一个数字。像讲这声母是 z，韵母是音，伊是第2调，z 甲音就是 音，第2调，咱就想看觅三地裤胯，三地就是第2调，所以音第2调就是音，安尼即个字就读做音。好，搁用一个看觅 ，th 读做科 ，rip 是 ip， 所以若是无声调的时阵是 keep，伊是第4调，这尾字上尾即个字母是 p， 若是 ptkh 伊就是入声，所以入声一定是第4调，无就是第8调，这是第4调，第4调就是较低，所以就是 keep。若是第8条会读做啥物？会读做 keep，这是 keep。搁试一个好，刀甲盐是啥物？就是点。点第5条，三地裤胯人。所以点加这个声调就是点，所以这第5条点。好，这大家有用的时阵，当去试看觅，你若是安尼一个字你拢念袂出来，这代表讲你的声母、韵母甲声调你拢有学起来这就是第1步好，过来学了声调，过来就是连续变调。连续变调就是用读字，就是2个字共款的一个词去记，较好记。像讲第1调要安怎变？翻，所以你就知影第1调会变第7调，第2调是吐，你就知影讲第2调会变做第1调，是伫有的腔口吐会念做吐，安尼伊就是第2调变做第5调。第7调是金，会读做金，所以金变做金，就是第7调会变第3调。红，第5调的字，咱读做红，安尼就是第5调变做第7调。伫有的腔口第5调会变做第3调，红就变做红，安尼嘛对。好，含第3调的字变做含，所以第3调就会变做第2调。这是
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七这个部分。啊，过来是入声，入声的字啊，其实一般的原则就是低的音会变做较悬的音，悬的音会变做较低的音。所以若是第四条的 PTK， 像讲噗，啊变调以后就变做噗噗噗，变做噗，低变悬。若是第八条的音插是较悬的，啊伊会变做插插，所以悬变低。第八条会变做第四条，你嘛会使讲变做第三条，你就会记得安尼悬的变低就对。好，若是后壁是 H 的四，变做四四四四，啊第四条就变做哪像是第二条啊，但是就是四较低，四较悬，所以四变做四四四。啊热是较悬的音，就变做较低，就是热，安尼第八条就变做第三条。啊，过来记一个代志，就是咱咧写声调的时阵，毋管你安怎念，你安怎变，写的时阵拢是爱写本调。啊，要安怎变调是咱家己爱知影的代志。好，啊，过来啊，就会讲一寡搁较复杂一点的物件，就是讲除了一般的八调以外，其实还有一个第九调。第九调其实这是用伫较特殊的时阵，第一种就是连音。台语啊，有当时你讲较紧的时阵，这音就会连做伙，像讲自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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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就变做全，有人讲全这种音。那第九条的声音其实甲第五条足像的，就是嘛是一种位低到悬的声音。啊，毋过这第九条就袂阁变调啊，因为伊原本就是这音连做伙变出来。啊，像讲下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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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做阳，像讲阳暗，这阳其实伊原本应该是下远暗，啊，但是大家讲较久啊，就变做阳暗嘛，下远变做阳啊，昨远变做昨暗，你有食饭无？昨远暗，你有食饭无？变做昨暗。明仔载，伊原本是三个字的明仔载，明仔载就变做明仔载啊。好，啊，下阳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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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做下阳，你会用甲我斗相共无？你会用去甲我斗相共无？变做你会用甲我斗相共无？中午，中午讲较紧的就变做中，伫倒位的中，伫倒位的中午变做中。查某囝，查某囝原本是三个字的查某囝，查某囝变做查某囝，啊嘛听过有人讲查囝，查囝，查囝。好啊，第二种就是日语的外来语，像讲 engine 其实是为英语来的 engine 变做 engine，啊台语的较量当然变做较有台语的发音，变做 engine，啊伊头一个字就变做第九调，第九调若是有这种符号的时阵，伊就无要变调啊。你若是写第五调，虽然这声音是较像，啊，毋过头前你若是写第五调，理论上一个词的头前，你第五调就爱变调，可能会变做第七调。啊，毋过即马是写第九调，就免变调，就爱读第九调的声音，就 engine。啊，像讲扛棒，扛棒是啥？就是点头的招牌，就是扛棒。QK 啊，林忍就是红菜头，甜不辣，像讲遮个 N 扛 Q 林甜，这就是第九调的声音。啊，搁一种就是表示声音，表示声音嘛，有当时咱想要发出一种声音，啊用第九调来写，就是就适合的。你讲哦，喂，啊，这种声音。啊，这就爱讲倒来，咱有当时咧讲华语的时阵啊，嘛会讲哈，就讲哈，要安怎？这哈这种声音嘛，其实你用华语的字，毋管是你用汉字还是用字面，是无法度正确的表达这种声音的，因为华语内底无这种声音，但是你用台语，你
台语的拼音，你就有法度甲即种声音写出来。第一就是伊是有片音的，就是有的即种哈哈即种声音。那第二就是伊是哈即种音，这就是第9条的声音。好，过来就是较无规则的变调，咱以前讲过啊，就是什么调会变做什么调，什么调会变做什么调。毋过所有的规则拢是有例外的，拄着一寡状况的时阵，伊就无照一般的变调。其实吼，这是讲规则，毋过咱平常时咧讲话啊，咱其实原本就是照即种无规则的变调咧发音啊。但是就是咱家己毋知影尔，讲袂出即个规则。照一般的变调，像讲第一条字的后壁有的时阵，就是的变做的，第一变第7是无毋对，就是照一般的变调。伊后壁接的时阵，伊第2条变做第1条。第3条字肥后壁接理论上若是照一般的变调，肥会变做肥，理论上爱讲肥毋过咱是袂安尼讲，到底为虾米袂安尼讲？这无人知影，但是讲话时阵就是袂安尼讲，咱会讲虾米？会讲肥你若是一定爱用一个规则甲伊记起来你会当甲伊想做变调搁变一摆。就是第3条变做第2条，第2条会搁变做第1条，因为第2条的字会搁若是伊搁变调，就变做第1条，所以肥表示讲肥毋是讲肥甲即个字甲是第4条的字，第4条理论上爱变做第2条，但是第4条后壁是 H， 就是理论上你爱讲毋过咱嘛袂安尼讲，咱会讲变做咱像第1条。毋过第7条、第8条其实你着记起来，就是嘛是低变悬，就是变做悬的，就是若是伊是后壁是 PTK， 像讲xuất，就是xuất就是xuất，伊是低变做悬的，就是xuất。第5条的字变做这了是无毋对，嘛是共款。第7条的字你看第7条还是第7条，伊的音无改变。理论上原本第7条伊爱变做第3条，变做理论上应该是毋过伊就毋是安尼，伊就爱念做表示第1条，所以你会当甲伊想做第3条会搁变一摆，变做第7条。第8条的 H 像讲叶理论上你若是变做第3条，应该爱讲叶毋过无人会安尼念，拢是讲叶叶即种声音就若像是第7条，所以会讲第8条若像是变2摆，变第3条搁变做第7条。其实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讲原本会变做第3条的，就是较低的，拢会变做第7条；原本会变做第2条的，就是较悬的，拢会变做第1条。所以伊的结果若是毋是入声的，甲入声的 H， 其实毋是变做第7，就是变做第1。若是第4条的 PTK， 也是第8条的 PTK， 就是4变做8，8变做4，差不多是安尼。但是其实即种规则就是大家听过，知影有即种道理就好你平常时其实搁较重要就是听人正确的是安怎念，你念的时阵才搁去思考一下，你就会知影讲原来变调就是安尼，因为这规则拢是先有人讲，才去讲一种规则，讲一种道理出来，毋是先有规则，大家才安尼念的。过来3连音的变调。3连音的变调是安尼，3个字到做伙的时阵若是敢若一个字，当然就是讲本调，像讲芳。若是有2个字的时阵头一个字爱变调，就是芳，就是照咱之前讲的连续变调的规则，像讲第1条就变做第7条，所以头一个字是芳，
后尾一字就是读本调。若是三个字做伙的时阵啊，头一字就会变做第九调，就是砰砰砰砰砰砰。啊，共款就是，若是寒这个字第五调的，一个字是寒是本调，两个字的时阵寒寒，第五调变第七调，三个字的时阵第一个字就要变做第九调，变做寒寒寒。啊，共款歹，歹是第二调的字，理论上变调就是变做第一调，歹歹，三个字就是歹歹歹，所以。若是三个字做伙，就是强调的意思。芳芳芳就是哦，足芳足芳足芳的。寒啊寒寒就是寒到要死。歹歹歹就是哦足歹的，歹甲足歹足歹的意思。好，啊，这是一个趣味的代志啊，就是讲若高一字、两个字甲三个字的时阵，到底倒一个较芳芳较芳芳芳芳较芳，还是芳芳芳较芳？应该是芳芳芳是上芳，过来是芳。啊，过来才是芳芳，芳芳其实就是聊聊啊芳的意思。啊，芳是讲哦，你确定这是芳的，芳芳芳是讲哦，足芳足芳足芳的。这是三连音的变调。过来就讲到轻声，轻声是啥物？轻声啊，那是用符号来表达，就是会写两个怀，两个连字符，两个怀。好，轻声其实咱平时是咧讲话时阵就有咧讲，但是咱无咧注意尔。啥物是轻声？轻声第一种轻声叫做固定格调的轻声，像讲你摕物件的时阵，甲物件为某物件内底摕出来，摕出来，这个出来啊，出来就是轻声。平常时咱若照伊的字去发音，无讲轻声，应该爱讲出来，应该是出来。所以若我完全无讲轻声，应该是讲摕出来。但是咱袂安尼讲，咱毋是讲摕出来，咱会讲摕出来，咱会讲拔落来，袂讲拔落来，袂讲拔落来。啊，像讲两工进前是做日，做日，毋是做日。啊，像讲两工以后是后日，毋是后日，后日，后日甲后日的意思就无共款啦。好，啊，过来，爬起哩，爬起哩，爬起哩，这起哩嘛是轻声。啊，搁讲人的姓的时阵，像讲林先生，林先生，这先生嘛是格调，固定格调的轻声。有人就搁简化的，干那讲林姓。啊，啥物个王个，这个嘛是轻声。啊，轻声的头前迄字，就两个怀的头前迄字，就爱讲本调哦。像讲王，王就是第五调，伊无变调哦，是王个，毋是王个。林先生毋是林先生。啊，啉两杯，啉是本调，啉两杯，啉两杯。啊，有当时啊，若是完全拢写汉字的时阵，有可能有人台文写出来，伊会甲这个轻声的符号甲伊省略，伊就无写出来。但是家己爱知影，啥物时阵，就是头一个字爱讲本调，后壁是轻声，就是照咱平时讲话习惯，有当时会就无写出来。另外一种轻声，另外一种轻声叫做对前变调的轻声。这两个轻声有啥物无共啊？其实就是照伊字的意思。头前讲固定格调，像讲出来、落来、去，这声音拢是较低的声音。但是即摆讲的这种轻声啊，对前变调，伊就爱看伊头前迄字的声调是偌悬，啊伊后壁的轻声的字。对，外观，伊有差不多三种悬度。下骹是记咧，第一种就是讲形容啊，是安怎的物件，像讲这是甜的，甜的，咱就听看觅哦，甜的、短的、细的、快的。你看甜的，这个 A 就较悬，短的就较 A 就较低，细的就较低，快的就较低。啊，咸的就伫中，
甜的迄个 A 上悬，咸的 A 就伫中，所以有3种悬度，较大的甲咸的悬度差不多。啊，第8条因为全台湾啊，可能有至少3种以上的悬度，所以你若是较南部的，你讲直的，因为伊是高降，伊是为悬的降落来，所以就会甲第2条差不多，变做直的，迄下就较低。你若是较中部，就是内部腔，你会讲直的，你就伫中，你的 A 就伫中。啊，你若是较海口腔会讲直的，可能就会较悬一点嘛。好，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人的名的时阵啊，像讲阿君啊、阿勇啊、阿信啊、阿雪啊、阿桃啊、阿义啊、阿玉啊，这嘛是照顶悬迄甜的、底的、细快的、咸的这种规则。好，啊，后壁若是有讲啥物人，就是人称代名词的时阵啊。定定嘛是照这种对情变调的倾向，像讲就是除了顶悬的啊人、我、阮、咱、你、因，举例来讲，就讲等我一下，就是等是本调，我就变做是倾向的字，啊而且伊是对头前的声调决定伊是偌悬的声音。好，啊，轻声有啥物重要？轻声的重要就是有当时有轻声，无轻声，伊的意思是无共款的。顶悬即抓是讲有变调的时阵，下骹是轻声的时阵，你意思无共哦。比如讲开，但伊内底啊讲开，就是讲门开，意思是讲这门即马是开咧，无关起来，这是一种状态。啊，若是有轻声讲门开，这意思是讲你去甲门开，门开这是动作，开是形容，开是动作。后日你过来，以后无味一工你才来，后就是就以后的某一工你才来。你若是讲后日是安尼，你若是讲后日就是2工以后就是后日。啊，过去是讲过去的啥物代志，就是以前的意思。啊，你若是讲你过去就是讲你行过去，你去迄边的意思。惊死就是讲啊，我足惊死的，我惊会死，我惊死即种代志。你若是讲我惊死啊，就是讲我足惊的，所以这意思无共款。啊，惊去你惊去倒位，这表示讲啊，你行过去，你行活过。啊，你若是讲啊，即个人伊行去啊，就是死啊的意思。好，啉2杯，就是讲你爱啉2杯哦，袂使3杯嘛，毋是1杯，2杯就是2杯，啉拄好是2杯。你若是讲轻声讲啉2杯，啉2杯的意思就是讲啊，啉一寡。伊到底是毋是2杯，这无重要，就是讲啊，啉一寡的意思。好，再来讲到较特殊的记忆的变调啦。理论上啊，这个字是伫尾字的时阵，上尾迄个字的时阵是毋免变调的。但是有当时啊，咱讲话会无讲完，就讲物件好食甲安怎，咱无讲出来。但是理论上后壁是会有一种形容的，但是咱就讲到遮为止。理论上应该你会讲啊，好食甲会搭子，好食甲流喙烂，好食甲安怎，但是咱就讲到好食甲。因为话无讲完，但是咱就讲到遮，所以尾字是有变调的。物件好食甲，理论上若是无变调，咱爱讲物件好食甲，但是咱袂安尼讲，会讲好食甲。我你咧，迄个字应该是咧，毋是咧，所以我你咧这是有变调的。我你咧是啥物意思？咱其实无讲，这就是表达咱的一种情绪，一种感觉。理论上
后壁应该是有接一个物件，我你咧啥物代志，你是咧创啥？啊，即个咧就是变做变调啊，这是无规则的。无规则嘛是一种规则。好，啊，过来就讲到咱常常听到一种垃圾话，就是咧讲干，哈哈哈，就是讲有人会讲啥物干恁爸袂爽，啊，即个干是啥物？其实伊即个字原本应该是干，毋是干，即个本调是干。啊，但是咱咧讲即种垃圾话的时阵啊，咱就是干啥物，咱无讲出来，就干那讲即个字，所以伊就无讲本调，伊是讲变调。理论上应该是干恁啥物啥物人安尼，所以会讲干恁爸袂爽，啊，毋是讲干，即个时阵就毋是本调。理论上伊伫即句的上尾一字伊爱讲本调，但是伊毋是，因为后壁话无讲完，所以伊就有变调。啊，另外一种就是原本理论上是爱变调，但是伊毋免变调的。即句就是讲食遮迄垃圾物件，即个意思是啥？就是讲啊，你哪会去食迄啦？你安尼是咧创啥？食遮迄？理论上你若是毋是两个字哦？你像食迄种物件，迄食就变做食就有变调，但是食遮迄变做无变调啊。算迄电动，讲迄用啊话，即个时阵就变做毋免变调啊。好，安尼咱就用即三句啊，甲一寡有一般的变调、情的变调、对情变调的轻声，甲固定格调轻声甲本调，全部拢斗做伙。比如讲头一句，你紧走出来啦，厝拢要倒去啊，那伫遐豆豆啊行。好，红色就是一般的变调，像讲你人称代名词到头前的时阵爱变调，紧走到遮是一句，所以走是变调，搁出来，因为伊是轻声，固定格调的轻声，你紧走出来啊，所以出来啊拢是固定格调的轻声。厝是主词，所以伊毋免变调是本调，拢要倒去啊，这去啊嘛是轻声。要伫写，这是一个所在，所以写是变做本调。豆豆啊，豆豆啊，遮就有前的变调啊。豆豆啊，行是尾字，所以毋免变调。好，过来第二句，阿英啊，阿英就有这阿英啊，就是对前变调的轻声，较袂枵。阿英啊，较袂枵。中昼食即粒较细的便当就饱。中昼是一个词，所以伊到遮就变调。啊，食即粒较细的，到头前拢爱变调较细的，这是一种形容啥物的？这就是对前变调的轻声。便当是一种物件，所以免变调。啊，就饱其实是上尾只就是一个感觉尔，啊，所以就是轻声就饱啊。上尾一句。风吹，我一个放手，风吹就互风吹去你天顶。风是一个物件，伊去吹，风吹，互风吹，风吹。啊，我一个放手放，所以手是种物件，免变调。风吹就是一个物件，就互风吹去你天顶。啊，其实原本咱平常时咧读册时阵啊，嘛袂去一个字去检查讲啊，即个字到底是要安怎变调。啊，但是你若是变调变毋对去啊，你咧读一句的时阵，大家就感觉你讲话怪怪。啊，所以即个规则就是咱先有一个印象就好啊。其实要是听人安怎讲，这较重要。啊，你惯势以后，你才去想看觅讲，这变调的规则到底是安怎？好，啊，今日这声调甲变调的第二部分，啊，就讲到遮。